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步步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步步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我甲你讲啦，文英已经死啊啦，都总讲文英无死，你甲文英的感情哦，嘛只有你伫咧受苦受难。啊，若是幸福的爱情啊，你根本都拢卡袂着。这酸甜苦涩，你拢已经体会过啊呢。你即马家己要搁自找麻烦，你想讲要搁体会一摆先？好啦，要体会你家己体会，我无要陪你。阿母，你莫安尼啦。阿豪，你甲他照顾迄个文英的发生就好。你唔免管我，我要来去看建昌啊！阿母啊，阿母啊！阿伯啊，恁母仔囝是安怎一直咧讲文英哈？恁到底是啥物关系？我是简金妹哦，我唔是文英哦。你莫逐项代志拢牵对我遮来，安尼我就冤枉的呢。hen啊，你是你。你是简金文，你一世人都无可能是文英。够冤枉的哦！文英啊，但我即马到底是安怎？你敢会用甲我讲一下？是要看啥？正通好看的啦，啊！阿伯，真正有成呢。我甲你讲，一点仔都无成。对啦，无成啦，我较少年，伊较老。等你是咧讲啥？我甲你讲，人文英温顺善良，得人疼。呀，那你咧，徛咧无才端，坐咧螺丝栓，啊无代无才，到生一个查某人，啊去去砍拖，敢会看到你？起来啦，起来啦！我你莫甲我提啦，莫甲我提啦！好啦，起来就起来。阿伯啊，你安甲我讲无？啊，恁两个是啥物关系啊？啊，哪会穿新娘衫翕相？是毋是翁仔某？哈？这掺你无关系啦，我甲你拜托一个，你莫问好无？阿伯啊，讲讲啦，好无啦？讲讲啦！哎呀，好啦，
你较济啦。你莫无代无志嗯。我跟你讲啦，我曾经毋是翁仔某啦，阮本来有想要结婚，也毋过，就因为一寡代志啊，就较无尾啊，就嫁生去啊。好啊，我讲完啊，你会当出去啊。是啊，啊，你我即马啊，搁你爱，搁你想，对无？对咧，啊，阮阿头讲吼，讲天下的查甫人拢毋是好命的，爱人就死啊，啊，你还搁对伊遮痴情哦。哦，阿伯，你是毋倒位无正常，还是你根本就毋是一个查甫人？阿伯，你要找一个病院检查者无？阿伯，我跟你讲过啊，我无做迄啦。我要困啊啦，你出去啦。啊，毋过你老母也无等我留落来啊。阮老母的代志吼，我会处理啊。你走，你出去啊，你出去，你去困，去困啊。心灵菩萨，请你吼着爱保庇哦，保庇阮东家吼，所有的人拢会当平安顺利啊。啊，尤其吼是建昌啊，你一定要保庇伊吼，一天比一天搁较好。啊，我吼会早暗吼甲你烧香，请你保庇吼。阿母，啊你毋讲今仔日咱规家伙仔要出去佚佗，还是摆好袂啦？好啊啦，好啊，嘿，哎，来使行啊？来啊，来行，好，行行行。阿爸，来，哎呦，小囡啊，建昌，那这拄好，恁大家拢伫的啦。你来啊，志忠啊，紧去泡茶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你坐啦。姨妈，啊，你今哪样啦？阿伯咧，莫搁讲伊啦。美娟啊，啊你踮遮过了好无？会怪死袂？我喺电话顶是甲你讲过啊，我到遮真怪事啦。建昌啊，你咧？我经过啊，经过。那好就好啦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姨妈，你终于放心啦，阿姨对阮足好诶。今仔日讲要带阮出去行行呢。哈？要出去行行咧？我毋煞来了，毋着时间呢。阿姨，要出去行行的吼，什么时阵拢会当去啊？啊，你喊你来呢？啊，我应该吼好好甲你招待啦。啊，无安尼，我吼随来准备，啊，你留咧食饭吼。啊，你先坐啦，哈。安尼咁好？好啦，哪会无好？吼，坐啊，你开讲啦，吼。哦。较讲还是大爷做较好论。阿姨，我来洗就好啊啦。哦，好，安尼交互你哈。你也开好啊。好，我来整整的。哎呀，后姨啦！果子，哎呦，这个果子也搁伫的哦。哎呀，我无改变，足好足好的，看落吼足有亲切感的啦，有呀足好的。哎，小囡啊，来啦，我甲你斗相共啊。阿姨，免啦，遮吼我甲你管就用的啊啦。哦，你坐好休困一下啦。好，阿姨嘛，你坐休困啦。免啦，我免休困啦，哎，无影响你啦吼。小囡啊，你敢知影？我今仔日转来咱这大兄厝吼，哦，我足欢喜的。我想到以前住在遮的时阵哦，足欢喜的，你敢知？妈，阿姨，敢是讲住在这痛苦？无啊，我伫当时安尼先讲，我无讲这个话啦。美娟啊，啊，其他人有闲无随便讲啥？呀，你若欢喜吼，你就常常转来啊。我嘛足希望讲吼，你会当转来住呢。啊这，转来大吼，这是较无可能啦。啊，若是讲定来转来佚佗，会啦，我后摆较早转来啦。阿姨啊，你敢会怀念你以前住的迄房间啊？你
你会当去看卖啊，我拢无叮当哦，甲以前同款哦。真的哦，拢无改变哦。我来看卖一个，来去小快念一个，我来看一个。真是遐拢无改变啦，哎，加毒啊啦，啊，搁再面层，哎，真是拢无变啦。也毋过，哎，阮你以前嘛是住在这间房间，哎，啊，这个面层，哎，就是文英死之前的所在啊。大爷厝吼，永远都是大爷厝，永远都拢袂改变。人咧，住在这间大爷厝，一代传一代。唉，我是真足希望讲住在这间大爷厝内面的人吼，大家拢会当安尼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过日子。希望过去所发生的代志，唔通搁再历史重演啊！着呀你呀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阿伯，你又搁安怎啦？我巴肚枵啦。我早起伫咧警察局，警察也无早顿互我食，中昼嘛无食，阿婆也无转来煮饭，我巴肚枵啦。你煮饭互我食无？好啦，我来煮饭来食。阿伯，搁加一两好无？来啊来啊，准备好食饭啊！哎呦，煮啊遮青草哦！哎，志忠啊，去甲恁老母讲啦吼，唔免搁煮啊啦，无法度食遐多啦。姨妈，阿姨讲就是菜还袂煮完呢，你这么叫伊莫煮哦，伊会生气哦。哦，安尼哦。是啦，姨妈，我今即摆吼，甲阮老母斗3工，两位就好吼。对啦，姨妈，你是毋是爱敲车电话阿伯，甲伊讲你不爱等伊食饭？对吼，嘛应该爱拍一个电话互伊吼。无我来拍。喂，阿婆，你还袂走哦？啊，叫我后生来听电话啦。你这无用啦，你是咧创啥？你煮饭互我食。煮饭。姨妈，是安怎啦？是毋是阿伯暗顿做好了，等伊转去食？我该也好命。哼！阿伯，你老母打电话来啦？哦，唔免啦，已经切断啦。切断啊？啊又讲啥？伊就讲要叫你听电话啊，我讲你咧无用啊，伊讲无用啥？我讲你煮饭互我食，就甲我切电话啊。阿伯，你饭煮好未？我要互我气死！啊，好个这个死囡仔宝，根本都无将我这个做老母的话藏在心肝内。好啦，既然甲是安尼吼，我规气就待在遮，不爱转去啊啦。阮为着一个阿妹啊，甲阮老母气甲安尼，我是毋是真不好？为了你，我会赶紧来见中央，解回失的。
啥穿文件衫哈？你啥穿文件衫哈？你若对人啊歹啦，你手放开啦！我哪会知这是本人的衫啊？但是讲阿姨输衫嘛穿3、4天啊，看到衫挵内底有衫，我就摕出来穿。我哪知影是本人的衫？我唔管遐多啦，反正文英所有物件，你拢袂用甲我绑着，袂用甲我卡着啦。你既然要用叮当本人的物件，你怎要互我住伊的房间？衫裤换起来，明仔载哦，我才带你来买贵厝啊。换起来就换起来，大着安尼啊歹。哎，少等下啦。啊，你毋是叫我烫？啊，你要烫衫嘛，就等我出去咧。传你这样的，哪有迄个资格穿文英的衫？建昌啊，啉茶啦，哈。阿姨，阿爸，你关啦。不过，恁姨妈到底是安怎？我嘛毋知影，我甲问过拢袂讲啊。哎呦，阿姨暗顿也无食啦，一定发生啥物代志啦？阿姨，姨妈打电话转去的时阵，我好像就听到姨妈咧讲，啊，阮囝咧。照你讲，即摆厝里应该剩阿伯一个人尔，啊是谁接电话抓姨妈生气？我看哦，我也是来去问伊啊，看哦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啦，小姐，来啦！我来找恁姨妈啦。哎呀，阿姨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哎，暗顿也无爱食，哎，去不不啦？有啦有嘞。有一去着呀哩哟，俗风赢着才苦了苦。你管的哦，我要困啊啦，有啥物代志明仔载才搁讲。阿母啊，是我啦。你来咧创啥啦？转去啦！阿母啊，你开门啦，开门才讲啦吼，好无？你转去啦，我无要甲你转去啦，我袂甲你开门啦。拜托的啦，阿母，啊你要甲我判死刑，你嘛着我辩解一下，对无？开门啦，哈！判死刑，哼，这狗死囡仔哦，实在有影。唉，阿母啊，我袂甲你转去啦，免来啦。拜托的啦，你从我来转啦，好无？我含你转去要创啥啦？你心肝内就敢若有迄个阿妹啊，你也遮大汉啊，也免我照顾。啊，你敢若会晓照顾阿妹啊？你敢有要照顾我？我踮咧遮吼，人建昌因规家遐，大家拢对我足好的，哦，我感觉讲足温暖的，我才不爱转去。阿母啊，拜托的啦，跟我来转啦。你若唔从我转去哦，厝边头尾亲戚朋友会讲我不好呢。哦，啊，你惊人讲你不好，啊，我就要委屈我家己，甲你斗阵转去，我才无爱。阿母啊，莫安尼啦，啊无你看我要安怎做，你讲，吼，好无？真简单啊，有阿妹仔伫的，我就无转去啦。阿妹仔若走吼，你才甲我通知，我就随甲你转去。阿母啊，你就知影吼，阿妹仔自细汉，阿妹仔自细汉，伊就是欠人管教，伊的本性袂歹，是无？你要讲这对无？听真多啊啦，啊！阿母啊，咱用心讲啦，阿妹仔我咧真可怜。伊可怜啦，啥可怜我？啥可怜你？阿好，因为你是我的囝，阿母唔甘讲你搁再去受一摆艰苦，阿母才要讲你。你若唔是我的囝，我插插你去死，插插你去受苦。阿母啊，我知影你为着我好啦，啊无安尼啦，我甲赶走啦，啊你跟我来转啦，好无？你真是要甲赶走？你唔是讲阿妹仔是文英的化身，啊你敢叫伊走？
我甘啦，我甘啦。那你说起会讲文英是文英，阿妹仔是阿妹仔，对无？我甘啦，我甘啦，你跟我来转啦，好无？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。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犹原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家己写出来。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